续要来讲台中的中央公园，即摆是顿卡翕相正热门的景点。台中市政府特别来举办中央公园社区平台摄影比赛，到时阵会开放予全民来投票，选出50个优胜者，奖金高达18万。 少年仔拢真爱来台中市中央公园翕相，为着民众做来欣赏中央公园的水，和了解公园的特色，台中市建设局特别举办摄影比赛。 我们知道台中中央公园呢是台中都市之肺，那它在所有都会公园里面，它是全国最大的啊。今年摄影比赛无分组，嘛无限制器材，随在你翕，要由民众投票选50位优胜者，大人会当摕到奖金3600。你随处的景点你都可以拍，那你就可以呢这个投递啊，到台中市政府哦。那我们收件之后，我们透过这个全民来票选。摄影比赛时间为今仔日到7月初9，希望透过镜头，让民众记录公园的特色。欢迎民众做来参加比赛，拼奖金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